乡亲啊，你敢有听过台湾这个地号名呢？遐所出产的土豆糖啊，真出名。位于台南永康的台湾开发的历史，会当追溯到明朝郑成功来台湾的时期。当时由在地九大家族所形塑的三合院建筑群，以及传承着几啊百年的信仰文化，造就台南台湾的特殊风貌。但是这几冬来，因为开发的冲击，在地文化哪像出现着短暂的危机。2020年，8票的青年侯武兴决定回乡，伊号召着有共同志向的伙伴来办刊物，串联在地景点，设计闯关的游戏，要甲游客讲家乡的航路有啥物精彩的故事。在地青年安怎来彰显着社区的活力？咱做伙来去台南永康来体验台湾的风情。以前我们大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俗谚，叫做“永康出菜脯，大湾出水查某”。那我们来找找看，那边有三合院，那边也很像有。我们其实最期待的是在地人可以去认识家乡，甚至是愿意出来投入我们这样子的行动。这些聚落其实都还看得到他一直以来的生活轨迹。我是希望可以大家为了大湾多停留一点时间。南台湾轨道盐港会路边小气蒸发，一群游客正做冒险家，准备展开一场探险行动。好，那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这个南湾境圣巡北极店啊。好，那我们南湾境圣巡北极店其实是我们台南永康在南湾里这边的一个角头庙。那什么是角头庙？大家知道吗？这讲因的任务是要来找出台南大湾在地历史，负责导览的解说人员是熟悉庙宇文化，人称永康金城武的老家强。总是要有一个名号比较好闯荡江湖啊。反正我们讲久了，讲久就自己的，然后也没有人反对啊，没有人反对我们就拿起来用这样。我们注意看一下，我们里面它就是一个双主神。有没有？好，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就很像便当打开有双主菜一样。哎，对，我们讲的角头，现在当很多人以为它是负面的感觉，但其实不是。角头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这个角头这个区域里面，所以说角头庙指的是这个区域里面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在地文化地景和地方发展关系真密，把年将做软过时空，敲出历史风怀重要场所。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这边是我们的宋江镇的兵器。那其实南湾宋江镇呢，其实它的起源非常的早，它大概比多早呢？它大概是清朝的时候就有了。那宋江镇呢，我们知道说，来，宋江镇我们知道说里面比较特别的武器哈，例如说像当时候是这个香爆。如果说你是武艺高超的，通常你排到的就是香爆。很多人到日本去看他们的祭典，很开心。那也希望说，人家来到台湾看我们的祭典是非常荣幸、非常开心的事情。对，是来认识这是最在地的文化。对，最在地的文化。听完历史，继续前往后一站，台港人一定去的推荐景点。虽然南湾很小，好，然后它很古老的部落，可是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可以介绍给你们。来，我们往前走。来到了，我们到了我们最特别的地方，叫做海龙水冰。台语追冰啊，哈，它其实就很像我们在说的泡泡冰啊，哈。在地人他最厉害的吃法，其实不是这样单吃，而是加在我们的古早味红茶里面。它这样子呢，其实古早味已经够甜了哈。然后呢，我们水冰还是很甜，它非常有台南人的感觉，就什么都要甜这样。大湾以前曾经很繁荣过，所以它留下很多历史遗迹。例如说，我们在讲夜市，大家知道台南夜市很有名嘛，大五花，对不对？那其实夜市最早的发源，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大湾这个区域。台南大湾地区的开发最早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明郑时期，时至今日，当地还是保留着许多精彩丰富的文化印记。这几年有当地青年举办了名为“巷弄探险”的小旅行，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在弯弯曲曲的巷弄里，好好的来发掘专属大湾的历史记忆。大湾是台南永康区一个地名，分作东西南北中，由7个里集结。
这个区域西接台南市区南通归前，是台南上早开发的地方之一。大湾菜点第二支片，这几年来快速发展，真济国内人口所及，和在地企业渐渐变甲丰富。北漂青年阿武兴伫咧2020年决定返乡，和朋友伴同齐体家乡做一件代志。我是从小在这边出生长大的。那在回乡之前，其实我是在台北做社区营造推广的工作，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说，好像我都在介绍别人的家乡，或是帮助别人介绍他的家乡。那对自己的家乡其实是没有这么了解的。我国中毕业之后，其实我高中就念市区的学校，我对大湾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认识。我认识的距离就是从我家骑脚踏车上学的这段路。那我自己本身的工作也是做文化类型的推广工作。那我也其实知道雨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至少我们两个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可是可以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来让更多人来认识大湾。和台南市区欢迎比拼，大湾并不是闹热的景点，要如何向游客造访，将做返乡青年的首要课题。我们走那边，好。其实我们在大湾生长的时候，我们都很好奇，大湾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大湾？你知道为什么吗？路很弯，路很弯，以前的人就会发现这里有个水湾，所以他们以前水湾的那个湾，就是以前会叫做渊，那渊的那个台就是湾。大湾的历史起源，在咧活泼趣味的问答之间，看看讲给你听。那大湾的起源就是我们跟大湾广护宫有关系。那大湾广护宫这边呢，以前的昵称叫做翁公庙。那翁公庙是因为这边拜翁公衙。那你知道翁公衙是谁吗？广惠圣王。好，对，翁公衙这边就是拜广惠圣王。那广惠圣王他其实本名叫做谢安。广福宫到现在差不多有300-400年了啦，已经有真久的历史啊。目前来讲是咱大湾省7个里嘛，7个里就是咱以这个大湾广福宫为这个主体。后这里长7个里长啦，伫遐咧纷争，有啥物问题无法当解决的时阵，咱就来叫炉主，来上香，来跋杯，来请示神尊，咱的王公爷来做主啦。王公爷答应好，阮就好啊。有心和团队成员串联在地景点，精心设计走关游戏，成功引起民众好奇的心。对，通常壁画都是跟成语啊，或者是跟一些好听话，比如说像这个福禄如意，就是跟好听话有关系的。对对，这边就有几个跟谢安有关的历史的典故。待会我们就要来选一张，我们来模拟上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吗？这张吗？还是要那个写？好，那我们选这一张好了。好的，那你要下课，然后我指你这样。那你指我，我再下课。好。好。好，那我们就准备喽。好。好的。好。我们恭喜完成第一个任务。这样子吗？以表物来做文化的保存，这是上好的。尤其有少年人啊，要来参与哦，这是拢上好的一个现象。那这边呢有9个大家族，那我们现在呢要第2个任务就是要请大家去搜寻一下这些家族到底在哪里。那像这一带就是我们比较早期发展的地方，所以就是庙的后面都是一些就是古厝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早期的聚落这样。来找找看它的那个，它有个什么？它有个什么？对，就是在中间上面都会有写2个字。我会念。这个呢叫做荥阳。对。那荥阳它其实是郑氏家族，就是姓郑，郑成功那个郑氏家族的那个名称。我们这个世代大概30岁左右，这个世代其实是对家乡感到陌生。然后如果你想问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问谁。那我们的角色有点像是希望帮大家把我们的好奇的东西整理给同样想知道的人知道，然后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认识这件事情。通过巷内底便拿当一个弯，每一个角都能看到特别的物件。这里是大湾戏院，那大湾戏院其实已经荒废了蛮久的，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有来看过戏，然后他们就说以前这边的话就是演可能2轮电影的戏，然后中间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广告。颁布的电影看板，古早味杂交交配的所在，这就是大湾，把车行一时的繁华过去。以前我们大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俗谚，叫做“阴空出菜脯，大湾出水查某”，也就是说，永康的地方是出产菜头，
可是我们大湾地方因为非常繁荣，有钱人很多，就像现在讲的台北城，好，那台北人他比较会化妆啊，做比较漂亮这样，所以大湾出水查某。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我是一个不会走巷子的人，我都是走大马路，所以我看到都是新的建筑、新的透天厝。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绕进了一个巷子之后，发现里面有三合院呢，然后里面有一些我没看过的建筑、没看过的一些庙宇。那开始我就会想要带着跟我一样不太走巷子的人来走进巷子。我自己其实是大湾人，然后我也是昆山国小、大湾国中，可是其实好像不会真的有机会去，就是探究这个巷弄内的一些，比如说过去的历史啊，觉得蛮开心有这个活动，然后好像比较有底气说，对我们大湾也是很有，就是过去背景的这样子。这用心规划小旅行，和大湾的居民重新找到对故乡的自信，欣赏观光的最佳利器，还有在地美食。阿妈，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物件？内来米做的肉粿。肉粿哦。啊，你这间开偌久啊？哦，啊50天有啊。胖胖 QQ 有力的肉粿，蓝色肉鱼含猪排豆腐酒汁，这是82岁王丹富美阿嬷坚持50多年好做味的秘密。这项平民点心的背后，深受当地特有的饮食文化印记。细汉的时阵哦，有迄老爸拢搭伫阮的国校的头前遐卖，啊我逐日都拢去遐买。结婚了啊，就想无头路啊，来变看卖啊，啊变啊变了变成功啊。阮小时候这是拢远的，拢远啊。对。他的尽力来做这个粿的对。对，该尽力该做粿安尼啊。6年级的陈秀文是正港的大湾人，伊看到母亲对故乡的热情，决定用行动支持尽一份心力。这个是我们在地的饮料店的老板，但这边叫做小金鱼，就是我从小喝到大的饮料店。就是我们有一次办活动的时候来叫饮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是要办一个介绍在地的活动，然后老板娘听了就觉得很赞，所以他就说，他要赞助我们喝饮料。可能是你是台北来的啊，台中来的啊，高雄来的，你可能就是到台南就是国华街这些。也很少说会来大湾，比如除非说你要来买花生糖，可是我觉得只有来买花生糖太可惜了。大湾有很多值得探访的地方。返乡青年这心和在地合作串联，努力找回来故乡往生的4秒力。Hello， 你好。所以这也是你们合作店家之一。对，这个是我们算是友好的伙伴，然后他是金桃家草莓大福。这个是我们去年年底跟金桃家草莓大福合作推出的大湾在地的桌历，然后就是我们就帮他定了名称，就是谁大湾，就是可以在大湾绕，然后去认识一些大湾的地景，比如说像1月我们就是放了大湾广护宫，就是算是大湾的起源，然后2月的话，因为我们需要买伴手礼，所以就会选择大湾的花生糖一条街这样。因为老板其实他也是北漂之后再回来台南这边的，对，那他也是很希望说可能他自己在可能对这份土地有认同感嘛，对，所以也是希望就是把他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希望可以传导给大家知道这样。因守护家乡的美好习惯，跨世代牵手，延续大湾记忆，成功在故乡不转乡。主委、总干事那个前主委你好，我是转个弯。转个弯，我是咧介绍一寡大湾的历史文化，就是按算要带一寡甲阮年岁差不多20-30岁、30-40岁一寡少年人，会当实在讲大湾这个所在。唔管是讲古厝啦、人文啊啥货，你会当对大湾这行足久。你转个弯要转很久才转得出去。所以我认为少年人要了解地方的文化，这是真好的。你有认识了，你较会关心，你较要去参与。安尼地方较有希望嘛。过程中，我们有请就是台南的一位算是饶舌歌手，叫做阿给，他有一起带我们的在地的居民一起去认识大湾之后，阿给帮我们写出一首大湾的歌。家伫大湾的大
个小巷，较早才是大片的钱塘，身体勇敢的查甫囝拢相共。可以有更多在地人凝聚起来，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生长的土地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很好。我们其实最期待的是在地人可以去认识家乡，甚至是愿意出来投入我们这样子的行动。这些聚落其实都还看得到他一直以来的生活轨迹。我是希望可以大家为了大湾多停留一点时间。回乡之路凡事充满挑战，不过因秉持信念，坚定同行，等一番嘛，当时看见故乡上水的风景。